喂，大家好，又我康神啦。咁今日就同大家去參觀一個獨立屋苑，咁啊低密度嘅，全個屋苑得30間 house 嘅啫。咁今次介紹嘅依間係屬於大少少啦，1659尺，咁跟住一個1001尺嘅花園，咁係錦繡大道嘅，其實佢好方便嘅呢個屋苑，感覺都唔錯嘅，幾舒服㗎。咁而家同大家去參觀下。地下有獨立車庫，可以泊到2部車，入邊仲有個獨立門口，可以直接入到去客廳。我哋由車庫右手邊樓梯入屋，地下呢就係一個長方形嘅環形客廳，左右兩邊好大嘅採光位嘅，透光度係好唔錯。而上幾級樓梯就嚟到一個飯廳嘅空間，睇下業主可以擺到張圓形嘅大餐台，前面仲有少少嘅位置，呢個位呢，你可以作為一個偏廳使用。出邊呢仲有一個露台，露台嘅景觀十分之開揚，正望會所泳池景觀。而飯廳前方有個門口，入邊就係客廁洗手間。偏廳隔離就係一個空間比較大少少嘅廚房，好多收納位置，仲預留位，你可以擺部雙門雪櫃，用明火煮食。一般嘅爐具都配備晒喺度噶啦。露台位亦都配備咗一個星盤。客廁洗手間亦都相當企理，沿樓梯上去1樓啦，呢度就係一個睡房區。走廊位置已經做咗啲收納位。浴室係屬於名廁，有企缸嘅配備。我哋先睇第一間客房，呢度呢，業主就做咗一個衣帽間，景觀係望返會所嘅泳池景，所以好開揚。第二間客房呢一個位置做咗地台，亦都有啲收納櫃位，擺到5、6尺嘅雙人床。而主人房間呢，就望後花園，空間就相當之大啦。入門口嘅右手邊做晒入場嘅大衣櫃，仲有個細細地嘅衣帽間。再隔離就係一個浴室位置，都係有窗，屬於名廁。當然就有企缸同埋浴缸嘅配備啦。寢區下面都做埋地台做收納位添。1樓走廊位置亦都有透光窗添。跟住再同大家睇一睇寢區每一個區域。御翠園呢係位於錦繡大道，出入十分之方便。呢間屋實用面積1600幾尺，跟住有個花園就1001尺左右。當然仲有一個大嘅天台空間俾你，景觀遠望山景，十分之開揚。而佢後花園呢，亦都相當企理，有少少嘅種植位，空間完全足夠你招呼10零20個朋友。大家如果對呢個低水嘅單位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我康神啊！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